此后2022年11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甲伊的子民同在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05篇第1节到45节。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。着对伊吟诗，向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。着夸耀伊的圣名，愿追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。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时追求见伊的面。伊的奴仆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！恁着少年伊奇妙的作为，少年伊的新约，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伊是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伊的审判普及全地。伊记得伊的约直到永远，记得伊的应允直到万代。伊记得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对以撒所立的誓。伊将这个约，互雅各做律例，互以色列做永远的约。伊讲：我要将迦南地赐予你，做你应得的产业。当时因的人口有限，人数真少，因伫遐做出外人。因对即族行到迄族，对即国到迄国。伊无容阮人压迫因，伊为着因的缘故谴责遐的君王。伊讲：毋通磕着我竞选的奴仆，嘛毋通欺负我的先知。伊互饥荒降落伫迄个土地，互所倚靠的美牛拢断绝。伊找一个人生气，就是受卖做奴隶的约瑟。人用骹扣扣伊的骹，用铁链链伊的颔棍。上主的话甲伊考验，直到伊的预言实现。王找人甲伊偷开，伫你百姓的法老甲伊偷放。王设立伊做宰相，管理法老拢总的财物，通随意拔伊的人身，用智慧管教伊的长老。以色列嘛来到埃及，雅各出外伫含迄地。上主互伊的子民生炭真济，互因比对敌较强。伊互对敌的心转去怨恨伊的子民，用诡计的计谋对待伊的奴仆。伊找伊的奴仆摩西，甲伊所敬的亚伦，伫对敌的中间行伊的新约，伫含一地行奇事。伊降落黑暗，地就暗蒙蒙。埃及人犹豫毋听趁伊的话，伊互因的水变做血，水内的鱼拢死。伫因的土地田蛤仔满满是，连王的房间都有。伊一个出声，雨神规阵飞来，搁伫因的境内有撒母满世界。伊就泡代替雨，降落圣哪伫因全地。伊扫倒因的葡萄树，甲无花果树，毁坏因的境内的树木。伊一个出声，规群的草莓就飞来，做甲袂算得。甲因土地的菜色食了了，搁吞食因田园所出的五谷。伊拍死
因国内所有的大囝，就是伊养壮的时所生的种子。伊带因出来，带银带金，伊的支派中无一个软弱。伊出来的时，埃及人大欢喜，因为埃及人真惊因。伊用魂甲因惹，迷是用火甲因照。伊一个球，伊就互燕尊飞来，佮用天的食物互因饱足。伊拍开石盘，水就冲出来，真做河流流过旷野。因为伊记得伊神的应允，记得伊的罗卜阿伯拉罕，伊带伊的子民欢欢喜喜出来，带伊竞选的子民唱欢喜的歌向前行。伊将列国的土地赐予因，予因承接别个百姓着外得到的财富，予因通遵趁伊的律例，遵守伊的律法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以上，上帝甲伊的子民同在。诗篇105篇，主要是回顾上帝伫以色列历史的作为。诗人一开始就呼吁人爱称谢上帝，佮回顾上帝伫过去赏赐应允的地，甲伫旷野漂流的时看顾保守。伫这救赎的历史记载中，显明上帝是信实、甲人同在的神。这真实的历史受记载落来，毋但纪念上帝的作为，上时阵具有教育后代的功能。上帝伫以色列史做代志的方法，就是差遣伊的仆人来显明伊的同在。诗人也提到，上帝过去怎样通过伊竞选的仆人来帮助以色列人，其中主要的3个人是亚伯拉罕、约瑟和摩西。大先是亚伯拉罕，上帝竞选亚伯拉罕，佮应允要赏赐迦南地做伊的产业。伊的后裔将来要伫这应允的地徛起，上帝要互因的数目侪甲算袂了。亚伯拉罕和伊的囝以撒，和以撒的囝雅各，这3位族长受看做以色列的始祖。上帝因为对亚伯拉罕有应允，甲伊立永远的约，佮要祝福以色列的后裔。其次是约瑟，约瑟互兄哥未到埃及做奴隶，失去自由，因为上帝的旨意，后来埃及王提升伊的地位，佮委派伊掌管政府的事务，治理全国。大家讲的是，上帝透过约瑟经过埃及会有饥荒，所以伫农产丰收期，有先储存粮食，安尼毋但解决当当时的饥荒，搁还是通保全亚伯拉罕后代的性命。原来上帝找约瑟带先到埃及，为着要显明伊的同在。第3是摩西，以色列人寄居埃及，上帝互因的人口增加，势力强盛，所以互埃及人厌恶。上帝为着拯救伊的子民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，呼召摩西诚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。诗人写当当时发生的10个灾厄，说明上帝通过神业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佮讲因伫旷野的艰困中，
上帝持续用云条甲火条引带因对天讲食物攻击因。上帝的恩典毋干若是安尼，伊阁差遣独生疼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用安尼让人类彰显伊的慈爱甲恩典。为了拯救咱脱离罪的权势，耶稣受钉死伫十字架顶，第三日对死搁活。咱的罪会当得到赦免，搁通得到上帝接纳，成做上帝儿女，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各位主耶稣上天以后，搁差遣圣神来到世间，互咱处处通得到帮赞甲引带。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时找求见伊的面。世人提醒咱，着常常进入上帝的同在。世人体认上帝若无甲咱同在，会可怕。就亲像耶稣所讲的，人若离开伊，什么也拢袂当做。默想，试想，假使我若无拄着主，生命会变做什么款？试想，假使我若无拄着主，生命会变做什么款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假使若无你伫我的生命，会是偌啊年啊恶日常常的情况。你是甲人同在的主，感谢你一直看顾甲保守。我要时常敬拜你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